第一堂將宣傳單張咧係擺咗喺地下，踩咗腳。咁啊，各位同學仔，每一年咧，其實補習咧有好多同學仔都問我，妹最後想講嘅嘢啊。咁其實每年補習咧都有嘅，因為每年補習咧都中意同大家分享啲好相似但係又唔相似嘅嘢。咁我簡單同大家講少少啦。咁其實咧每次上到最後一期、最後一堂咧，咁我都會話個感覺好唔真誠，亦都就會講一句啊，好多謝啦。咁啊就係多謝各位同學仔呢一年對小弟嘅包容啦、體諒啦。咁我今日咧就好多同學仔翻到嚟，即係雖然唔係全部啦。咁啊有啲同學仔冇翻都同我講點解嘅。咁我其實咧，我今年咧就即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年。咁我特別嘅位係咧，今年唔係學生最多一年，但係今年咧，如果唔計咁堂嘅話咧，係最少人走嘅一年嚟。以往啦，每次有同學走啦，我都有諗就係、咦，其實係咪自己教得唔好咧？又或者係咪某啲位係教得差，或者某啲位唔做得唔夠好？咁但係今年咧就好特別，唔知點解大家都願意接受呢一個千瘡百孔嘅委任，又唔知點解大家都願意留守到今日，甚至好多同學仔都形容今日係一個好黐線、好癲嘅一個壯舉。咁我都多謝大家咧，係陪我行咗呢一年。咁但係咧有番説話咧，就真係每一年都同大家講，就係想大家去到最後咧，可以認識眼前嘅韋恩一個人嘅。係啊，咁其實咧，可能有啲同學仔聽我講補習，聽我講過多次，就係我本身同大家差唔多年紀嘅時候，我當時應該 Form 5，我去咗上中文補習，我上完唔夠2個月，我同自己講，幾年後我一定要好似佢咁出嚟做補習老師。做補習呢一個志願咧，其實而家計都真係過10年，10幾年前已經同自己講，將來我一定要做一個補習老師。10幾年後，雖然就做唔到某級咁嘅補習老師啦，OK，我個堂仔都將攞我出嚟但嘲笑啦，攞我做對比陳托啦，咁但係咧，我想講嘅係，可能我做唔到嗰個老師嘅，但係我好慶幸自己嘅係呢10幾年嚟咧，都冇放棄過或者叫冇偏離過自己想做嘅嘢。我第一份大學做嘅工咧，係一份補習社 intern 嘅。就係喺一間某知名已經執笠咗嘅補習社做呢個寫筆記，係有同學仔嘅中文老師份筆記咧，佢做補習嗰陣咧係我寫咗嘅，係有同學仔某位中文老師嘅筆記咧係我當時寫嘅。咁我同大家講咧，我好開心啊！見到啲前輩咧喺度傾偈開會嘅時候咧，我就諗下幾年後咧，我大學畢業，我一定會出嚟做。咁大家應該知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啦，好後生啦，我因大學畢業嘅時候咧，香港發生咗2件事。一個係社會事件，一個係疫情。live 翻 cancel 啦。教育局唔俾同學仔上 live 啦。第一年畢業出嚟做補習，就遇到呢啲情況。我當時同自己講，係咪真係個天整定我唔適合做呢行？第二年出去做啦，free lesson 啦。大家都知補習最中意考學生做咩？免費試堂上堂啦，試堂好墟冚㗎，可以試過10幾個人過嚟試堂。最後咧，我好記得第一堂將宣傳單張咧係擺咗喺地下，踩咗腳，好記得。我當時咧係唔係好嬲，我反而覺得自己咁真係廢，係咪真係咁唔適合咧？有冇人再教大家作文咧？成日同你哋講，一個成功嘅人一定要經過4個字：自我質疑。如果你冇質疑過自己咧，其實你冇可能成功。調翻轉，其實想同大家講嘅就係成功嘅路咧係真係唔難行，唯一唔係一個成功嘅人啦，冇資格教大家邊個成功。但係我只可以同你哋分享嘅係喺呢10年嘅人生入面，可以同大家講就係有高低，有起跌，有跌宕。但最重要嘅係你唔好忘記你自己係一個咩人，同埋你想成為一個乜嘢人。我有一日咧同啲補習老師食飯咧，講咗一句句子咧，我都想大家分享可以記住。應該係尼采講，就係、是、屠龍者終成惡龍。
你越想去斬條龍咧，你最後就會成為嗰隻邪惡嘅龍。成長咧就係想提大家唔好成為你最討厭嘅人。呢個就係我講，呢個亦都係好多人講。咁同大家講咧，DSE 準備考㗎啦。其實每個同學仔，你哋對日後嘅想像鋪排都唔同。可能有同學仔，你呢一刻覺得日後我想做運動嘅；有同學仔可能覺得偉恩我想步你後塵嘅，讀文學史嘅；有同學仔話唔緊要啦，阿媽叫我讀書得㗎啦。有同學仔可能都好堅定嘅，我一定要做醫護行業嘅，想揾錢嘅。咁其實每個人志向都唔同，人各以行其志為式。我好尊重，亦都欣賞各位同學仔都係向自己目標進發嘅。我淨係想同大家講嘅就係，想完成夢想嘅路咧，一定好難。特別係你想做嗰一樣嘢咧，一定同你最後現實見到嘅好有出入。我以前以為做補習最開心嘅事係咩？上堂咯，同大家吹下水講嘢。但係後來發覺，原來整呢啖屋屎嘅時候，我已經唔知幾多人係未試過早過凌晨4點瞓覺，然後唔知幾多人係未試過朝頭早7點未扎醒。咁所以咧，就同大家講，困難係好多嘅，但係我相信大家6個字，亦都係我喺份博入問過嘅問題，就係請大家不要妄自菲薄，唔好睇小自己。人一定係睇低自己，相信自己，你先一定可以。咁好多同學仔成日到呢刻都話：喂，我唔得㗎啦，我唔掂㗎啦。或者到今日你做一份卷，仲係 level 2嘅時候，我翻去同大家講，咁係件好事嚟。你至少有 level 2，然後再做啊，再錯，再做啊，再錯，再做啊，再錯，咁再做啊。當你錯超過幾次嘅時候，你一定係會刻骨銘心。所以想同大家講，唔好怕錯。人生最慘嘅事唔係你錯過，係你從來都未錯過。去到你真係錯嗰一刻，你先恨錯難返。咁所以希望各位同學仔可以好好把握同珍惜最後嘅日子，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即係好似我本篤時所講啦，喺畢業之後啦，考完 DSE 之後啦，咁都仲會記得你哋眼前嘅偉恩大叔。咁啊，去到最後咧，就想同大家分享埋一個古仔，我哋就完啦。古仔。咁啊，各位同學，呢個古仔咧，佢如果跟咗我耐嘅同學仔，可能聽我講過，就係話咧，當時喺納粹德國打仗嘅時候咧，有對兄弟想走，咁個阿哥咧就選擇咗一啲佢幫過嘅人，就叫幫佢走，而細佬咧就選擇咗一啲一直都幫緊自己嘅人去走，即係簡單一句。阿哥相信人哋係會知恩圖報，你幫個人，人哋就會幫你，所以阿哥選擇咗佢啲人走。細佬就選擇咗有啲人幫過你，佢就一定會繼續幫你，就選擇咗相信啲人逃走。大家覺得最後邊個離得開，走得過？阿哥細佬，大家睇法唔同。想同大家講嘅就係，人唔一定會知恩圖報。但係幫過你嘅人，佢一定會願意咁幫你，只要你冇行錯，冇行歪的話。咁最後咧，想送大家一句説話，好嘔心，我都唔想講。咁但係我相信咧，教中文嘅人一定要講呢句：一日為師，終身為師。唔係為父啊，為父係錯㗎。O.K. 只下講㗎咋。一日做大家嘅補習老師咧。咁我日後啦，都仲係大家補習老師嘅。雖然咧，可能2、3年後、1、2年後，你會話偉恩嗰個廢，咁但係至少我希望大家會記得，我哋喺呢10期啦，呢40堂，包括埋最後呢一個咁煉獄嘅環境啦，完成咗今年嘅修行。咁啊，同大家講一句，日後咧，偉恩大叔都係會喺大家身後，咁所以就係啦。希望大家記得你曾經補嗰個中文老師嘅偉恩，然後就係記得介紹師弟妹，等偉恩唔好咁快執笠住。好，多謝大家。